杨非常开心，也看到2位单身的美女，很高质素的单身美女，也希望你们把翡翠带到全世界，并来也跟我们看着镜头跟我们纽约的朋友们互动一下，对对，互动一下嘛，互动一下，真的有缘人就在这里。我们是有几个揭阳美女接到纽约去的，对对对，只有你，真的有的，对对对，真的对世界把更好的把翡翠带到。忘记给你们告诉梅老师，还有另外一个职业。对俱乐部，对，我们有一个单身俱乐部在纽约，很多人的 ，OK， 欢迎你，纽约单身俱乐部 ，OK， 真的，你绝对可以，欢迎你到纽约 ，OK， 哎呀，很好，你很甜的，长得很甜，谢谢梅老师，对，差不多00后，接近00后 ，OK， 就97年的，哇，好，对我们正分，大家有兴趣，对揭阳美女有兴趣，请跟我讲，对，长得很甜。一直都印象很好，对花木兰的可能就那个了 ，OK， 没有兴趣你来 ，OK， 纽约欢迎你 ，OK， 好，好，OK。